危機檔案編號 CMR 2026 Case 0167，有記錄以嚟第172次接收到神秘訊號。呢一間機鋪，呢一個人，你同平時唔一樣嗰啲咯。呢一部電視，唔同嘅訊號都顯示懷疑平行世界出現嘅跡象。現場封鎖至今13小時，訊號再冇出現過，而線索亦都再一次中斷。有冇人聽到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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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個係最啊！呢個係最後警告，我哋世界已經淪陷咗，危機管理局亦都崩潰咗，你再唔行動就嚟唔遲啦。佢哋目標係要侵略每一個平行世界，創造所有次元嘅秩序。佢哋唔係人類，佢哋係仿生人。立即啟動 O1 危機警報，調動香港分部嘅所有戰力。可能我哋需要更多善力。